初來杭州，遊西湖是必選。由酒店出發，最短時間到的斷橋殘雪作為起步點。杭州西湖又名錢塘湖，被譽為人間天堂。東靠杭州市區，其餘三面環山。湖面面積約6.39平方千米，平均水深2.27米。湖被孤山、白堤、蘇堤、楊公堤分隔，其一山、二塔、三島、三堤、五湖獨特的格局，融合了自然美景與歷史人文。漫步於斷橋殘雪橋上，湖光山色相伴，細想西湖碧波。斷橋不斷，孤山不孤，長橋不長。春季的桃花，夏季的荷花，楊柳飄飄，四季都適宜遊覽。沿路有賣冰淇淋、食物等，亦可坐於咖啡廳輕嘗淺談。西湖每樹都不一樣，哇！呢啲位咪靚咯。正所謂一步一景，西湖十景。十景包括蘇堤春曉、曲苑風荷、平湖秋月、斷橋殘雪、柳浪聞鶯、花港觀魚、三潭印月、雙峰插雲、雷峰夕照以及南屏晚鐘。2007年正式被評為國家5A 級景區。2011年6月24日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是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。與惠州西湖各有千秋。
欣賞完黑天鵝姐姐，係時候歇一歇。揀咗呢間連鎖店，貪佢人少又有打卡位。旁邊還有個蔣經國舊居，現改為餐飲店，順路可以參觀下。意猶未盡，想睇更多風景，又唔願浪費腳骨力。除咗招手即停，上車售票方式的環湖觀光車。觀光船遊覽西湖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。主要分為豪華畫舫、特色公交船及私人手搖船等。航線亦可選擇登島或環湖遊覽。我哋行得太攰，想休息，所以決定報個小團。80人民幣一位，附講解，在船上環湖一周，不登島。航行穩定，舒適度高。可遠眺雷峰塔、柳浪聞鶯等景色。美中不足嘅係，下晝開始變天。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嚟。可以去埋雷峰塔和正祠寺。上岸後，沿湖濱商圈、湖濱步行街，再行去湖濱銀泰 N77。一路散步，一路睇下有咩啱食。
今晚決定夜市開餐。武林夜市位於龍遊路步行街，咁所以我咪要話俾你聽咯。是杭州最具人氣的夜市之一。約300米長的街區聚集超過170個攤位，地道杭幫小吃、手作文創以及非遺文化展示。營業時間平日17點至23點，週末14點開始，並延長至半夜。露天小攤檔有帳篷，落雨都唔怕。花多眼亂，樣樣都想試。西湖1日遊完成，多謝收看，下集見。